環明報530新聞直播。唔少人都認為加拿大，特別係溫哥華係一個適合退休嘅地方。不過近年加拿大經濟唔好，要做到經濟上穩定咁退休都唔係咁容易。有人更可能會遇上變成有屋窮人嘅情況，即係有物業但係低現金流嘅狀態。媒體 CTV 就邀請咗註冊財務規劃師指出，面對呢啲嘅情況，年長嘅業主一係就係要賣樓，一係就係要做逆按揭。財務規劃師 Christopher Liu 指出，逆按揭有好有唔好，佢係適用於55歲以上嘅加拿大人可以申請嘅一種貸款，利用持有物業嘅淨值借貸，而無需要每個月還款，而利息就會每年累計加入喺貸款本金入邊。當業主出售房產、永久搬出或者係過世嘅時候，只需要連本帶利清還，而借款人所收到嘅錢係免稅。不過由於利息會不斷複利咁樣累積，總債務可能會迅速增加，並大幅減少房屋嘅剩餘淨值。專家指出，以下係幾種適合逆按揭嘅人士，包括希望喺原屋養老嘅人，逆按揭可以避免大屋搬細屋。第二就係唔需要留下大筆遺產。其次就係只有限嘅貸款途徑，或者就係面臨緊急財務困難嘅人士。雖然逆按揭可以增加貸款人嘅現金流，但係有辣就有唔辣。專家指出，逆按揭有以下嘅風險，不過利息好快會越滾越大，逆按揭條款可能比較複雜或者係唔清楚，逆按之後會失去咗未來嘅財務靈活性，同埋可能會引發潛在嘅家庭壓力。因此專家提醒，逆按揭並唔適合每一個人，亦都唔應該係民眾優先考慮嘅選項，應該要三思，同埋同家人仲有獨立理財顧問討論之後，至好進行決定。上一則新聞提到，有物業嘅加拿大長者要退休都唔算容易，不過租緊屋正喺度打拼嘅租屋人士面對嘅困境一樣困難。呢張相係位於 Facebook Marketplace 上邊嘅一個位於素里嘅招租廣告，租嘅並唔係成間房，而係只係一個床位。530嘅觀眾或者而家可以估下呢個業主月租想叫價幾多錢，530會喺呢條新聞嘅尾段揭曉數字。不過先不論月租幾錢，由相入邊見到房間嘅狀況絕對講唔得上係理想。呢間房家徒四壁，得2張床褥喺地下，住2個人都可以算係話相當擠迫。至於廁所嘅狀況都係不遑多讓，3個燈膽壞咗2個，整體嚟講環境簡陋同埋昏暗。呢個廣告結果俾人轉發去到 Reddit 討論區，然後就引起咗網友嘅熱烈討論。有人就認為呢個根本同監倉係冇分別，另外亦都有人尖銳咁批評話，淨係睇字都知道呢個招租廣告係針對邊一個族裔嘅人，情況實在係令人覺得太嘔心。業主喺廣告嘅描述欄入邊就寫住需要一名男生。至於呢個半地牢嘅共用房間床位究竟係要幾多錢租呢？答案就係550蚊一個月。雖然就話包埋水電同埋上網，但係唔知道530嘅觀眾覺得值唔值呢？同埋唔好以為呢個係個別例子，只要喺 Facebook Marketplace 搜尋素里共用房間出租，就有大量相同價位嘅招租廣告，部分嘅居住狀況睇落甚至係更差。究竟喺素里要租到一個正常嘅單位，成本究竟係幾多呢？根據 Rentals.ca 嘅最新報告，素里嘅8月平均月租叫價1888蚊，呢一個數字已經比去年同期大跌12.6%。最近有冇發覺響嘈雜環境較難聽到人哋講嘢，或者經常要別人重複，甚至有耳鳴嘅情況？如果有，快啲揾永明聽力嘅專家鄺永明小姐啦！佢有多年助聽器驗配同舒緩耳鳴經驗，創新隱形 AI 智能助聽器，有超強減雜音功能，響嘈雜環境都可以清晰聽到人哋講嘢。現正推出雙重大優惠，立即致電預約聽力測試啦！加拿大咖啡連鎖品牌 Tim Hortons 宣布，由於通脹壓力，將會調高咖啡售價，係該品牌3年嚟首次加價。Tim Hortons 發言人表示，公司呢一次調整係每杯咖啡加價約1.5%，平均每杯加價約3仙。該公司指喺當前嘅通脹水平下，呢一個幅度係相當合理。餐廳嘅定價策略並非針對某一單一事件，而係旨在長期同通脹水平保持大致一致。公司長遠嘅重點仍然係維持物超所值同埋低價。
不過加拿大針對美國嘅反制關稅措施都可能係令咖啡加價嘅原因。根據加拿大統計局嘅資料，雖然加拿大進口嘅未烘焙咖啡豆主要嚟自墨西哥同更南方嘅國家，但係烘焙好嘅咖啡就多數都係由美國進口。2025年7月，加拿大從美國進口約390萬公斤嘅烘焙咖啡。烘焙咖啡係受特朗普對巴西徵收關稅影響嘅商品之一，隨後亦都被納入加拿大對美國嘅報復性關稅名單。Tim Hortons 亦都指出，咖啡豆成本喺過去3年中已經翻倍。據 MarketWatch 網站數據，咖啡豆價格由每磅2個2毫1升到去5個4毫半。同時，據加拿大統計局上月發佈嘅報告，加拿大人喺超市購買咖啡嘅價格喺今年8月比舊年同期上漲咗27.9%，反映咗全球咖啡市場價格持續上漲。報告指出，導致咖啡價格上漲嘅原因之一係主要產咖啡豆嘅國家嘅不利天氣條件，包括佔加拿大咖啡豆進口量1/4嘅哥倫比亞。得聽力越嚟越差，同人溝通有困難嘅時候，有冇諗過一對配得好嘅助聽器可以幫助你重拾與人溝通嘅樂趣啊？嚟 Lansdowne Centre 嘅卓能聽力中心揾經驗豐富嘅李志廉博士傾下，佢唔單止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更可以為你配翻一對合適嘅助聽器。而家嘅助聽器優惠高達7折，仲有機會攞埋一個高清電視盒，優惠期有限，快啲打個電話俾卓能聽力中心預約啦！科技產品越嚟越唔耐用，壞咗就要使一大筆錢換新嘅，冇得整。灰產喺周日實施嘅維修權法可能可以解決呢個問題。維修權法規定，零售商同製造商喺銷售前必須要清楚告知係咪可以替換零件同埋使用維修服務，並提供維護產品所需嘅資訊。呢項法規喺2023年10月3號喺省議會一致通過，保護消費者免受計劃性報廢影響，即係製造商被批評刻意縮短產品壽命，逼消費者更換新產品嘅商業手法，並促進產品嘅耐用性、可維修同保養。魁北克自1978年起已經設有相關規定，要求零售商同製造商提供替換零件同維修服務嘅資訊，但係新規定讓消費者能夠獲得足夠資訊自行維修產品。魁省司法廳長喬林巴雷特喺聲明中指出，可用性保證已經實施超過45年，原本就包含需要告知消費者呢啲資訊嘅義務，但係太多時候消費者都係喺買咗之後先發現商家並唔提供零件或者維修服務，呢個情況並唔正常。不過，魁北克零售業議會就批評政府嘅方案將轉型負擔全部都推俾零售商，而零售商對產品製造過程並冇控制權。佢同意必須要對抗計劃性報廢，但係唔能夠以犧牲魁北克零售商為代價。重陽節緬懷先祖，慎終追遠，提前規劃，延續關愛與回憶。科士蘭、海景、永多利及寶儀紀念園重陽優惠，預售福地，提供一站式全面嘅客戶服務，預售折扣高達18%，同60個月免息分期。你嘅意願同挑選，得到最適合嘅安排，呢個先至係最緊要。查詢或預約604-328-6079。根據加拿大廣播公司 CBC 透過資訊自由法得到嘅文件發現，一名溫哥華警察局嘅沙展舊年只係靠加班費就賺咗近24萬，而沙展級嘅警察本身嘅年薪最高已經可以達到15.8萬。文件同樣顯示，過去3年入邊有越嚟越多溫哥華警察透過加班賺取雙倍甚至更多嘅正常人工，同時警隊嘅預算亦都超支咗幾百萬元。警方發言人表示，呢名24萬加班費嘅沙展係個例外情況，至於加班時薪一般係正常時薪嘅2倍。警員加班可能係因為補充巡邏空缺、抗議活動執法、特別活動執勤同埋調查工作。除咗嗰1名中士之外，7名警員喺2024年加班費超過14萬，人工幾乎係翻倍。同年亦都有47名警員，佢哋嘅加班費達到或者超過10萬。
溫哥華警察局預計將會連續第2年超出預算，加班費係2年嚟超支嘅主因。前溫哥華警察委員會成員 Faye Whiteman 質疑係咪有人監督緊呢個情況，佢就問係咪需要有咁多警員嚟指揮交通同埋管理抗議現場？警察咁多加班，有冇令到社區更加安全？2024年警隊嘅加班費支出達到3900萬元，比起2022年嘅2600萬，增長咗50%。警方發言人表示，警隊對加班費嘅情況冇擔憂。佢又話，大多數額外班次係由警員自行選擇。多間公司因未遵守臨時外國勞工計劃相關規定，被罰總共490萬元罰款。聯邦就業和社會發展部報告指出，自2024年9月實施新規例，收緊臨時外勞許可嘅審批後，臨時外國勞工計劃嘅申請數量已經減半，其中低薪職位申請數量下降70%。當中，紐賓士域省嘅一間海產批發公司因違反計劃規定，喺9月17號被罰100萬元，係最高罰款金額，並且被禁止參加該計劃10年。聯邦政府指出，該公司違規原因包括違反聯邦或者省級聘用法例、支付薪酬低於聘用條件所列金額，以及未能充分確保工作場所免於身體、性、財務或者係心理虐待。根據去年9月生效嘅新規例，喺失業率達到或者超過6% 嘅地區，聯邦政府將拒絕批准聘用低薪臨時外國工人，僱主最多只可以僱用10% 嘅臨時外國工人，低於之前嘅20%。全國青年失業率偏高，令到臨時外國勞工計劃面臨更多政治壓力。聯邦政府就話，該計劃僅佔全國勞動力約1%。聯邦保守黨黨魁博勵治喺今年9月時，更呼籲政府廢除臨時外勞項目，停止發放所有新許可。大家記得訂閱、讚好、留言同埋分享條片嚟支持溫哥華明報530嘅新聞報導。至於更多全國、東岸同埋香港新聞，可以點擊右上角嘅資訊卡收睇多倫多明報530。今日嘅新聞喺呢一度結束，多謝收睇，再會。